喺呢個世界上最恐怖嘅，有時唔係鬼怪，而係深不可測嘅人心。家庭本應係我哋最安全嘅避風港，但係極度嘅貪婪同埋扭曲嘅價值觀面前，最親密嘅血緣關係，有時竟然會淪為通向地獄嘅催命符。今集我哋就一齊回顧台灣治安史上其中2宗令人髮指、震驚全社會嘅逆鱗慘案。首先係一個被媒體冠以黑關夫惡名嘅男人，佢外表似乎係一個好好先生，但卻因為沉迷賭博欠下巨債，喺長達13年嘅時間裏面，猶如冷血惡魔咁，先後殘殺2任老婆、2個養子，甚至連自己唯一嘅親生骨肉都唔放過，只係為咗詐領高達幾千萬嘅保險金。而另一宗案件就係一場由極度溺愛所釀成嘅家庭悲劇。一個年僅18歲嘅有錢仔，自細就過住揮金如土嘅生活，卻只係因為不滿父母嘅責罵同埋貪圖龐大嘅家產同埋保險金，竟然冷血咁聯同女朋友同埋一眾酒肉朋友喺深夜對熟睡中嘅父母狂斬106刀，甚至企圖引爆石油氣罐毀屍滅跡。一個係為還賭債而殺妻滅子嘅冷血爸爸，而另一個就係為咗奪家產而弒父殺母嘅殘暴逆子。究竟係咩環境同埋心理會令佢哋對至親痛下殺手呢？今集我哋就一齊回顧呢2宗血跡斑斑嘅真實案件，揭開隱藏喺親情背後嗰啲不寒而慄嘅人性深淵。喺台灣嘅刑事案歷史上，曾經有唔少因為貪念而鑄下大錯嘅兇案，但好少會有一宗案件會好似今集嘅主角咁樣，令人感受到刺骨嘅冰冷同埋殘忍。一個外表睇起上嚟忠厚老實，甚至係鄰里之間被稱為好好先生嘅男人，背後卻收埋住一顆比蛇蠍仲狠毒嘅心。佢因為好賭成性而欠下巨債，之後竟然將魔爪伸向自己最親近嘅人。喺13年嘅時間裏面，佢先後殘殺2任老婆、2名養子，甚至連自己唯一嘅親生仔都唔放過，靠住謀殺親人嚟詐領高達幾千萬嘅保險金。更令人髮指嘅係，喺僥倖逃過法律制裁之後，佢又因為劫財而犯咗姦殺案，最終因為死者掌心嘅一串電話號碼而落網。佢嘅罪行震驚咗成個台灣社會，被媒體冠上黑關夫、詐捕殺人魔同埋弒親魔王等嘅惡名。喺伏法之後，雖然佢生前願意捐贈器官，但就冇一間醫院敢收，死後更加冇一個親人願意嚟認領屍體，可謂係惡有惡報嘅最真實寫照。今集我哋就一齊走入呢宗轟動一時嘅詐捕殺人案，還原呢位殺人魔背後嘅罪惡歷程，睇下佢究竟係點樣一步步淪為連親人都唔放過嘅惡魔。大家好，歡迎收睇日經解碼。2003年5月13號嘅下晝，喺台灣南投縣竹山鎮嘅大安山區，一名謝姓市民喺登山嘅時候，意外喺草叢發現一具半裸女屍。警方同埋法醫趕到現場之後，經過初步勘查，發現咗唔少詭異嘅地方。呢名年約40-50歲嘅女死者，左手臂有明顯嘅尼龍繩捆綁痕跡，裙被掀起，冇着底褲，明顯有被侵犯嘅跡象。經過解剖鑑定，死者喉嚨內部2側嘅肋骨大角處斷裂，真正嘅死因係俾人勒頸窒息，而頭部亦有多處被鈍器擊打嘅痕跡，棄屍地點極為偏僻，顯然兇手係有備而嚟，並且對當地地形極為熟悉。警方隨即展開調查，死者家屬好快就嚟到認屍，確認佢係嚟自嘉義市經營 KTV 嘅陳怡玲。隨住調查嘅深入，警方發現到更多嘅線索。陳怡玲嘅銀行卡有被人嘗試盜領嘅記錄，喺案發後仲有一名男子刻意變裝，攞住佢嘅提款卡喺 ATM 機前操作，不過因為密碼錯誤而未能得逞。而喺梳理陳怡玲生前嘅通訊記錄嘅時候，警方發現佢遇害之前曾經同一名陳姓男子有過多次聯繫。更關鍵嘅係，法醫喺勘查屍體嘅時候，喺陳怡玲嘅左手掌心發現到一組手寫嘅電話號碼，就係呢串睇落普通嘅數字，成為咗破案嘅關鍵。警方根據電話號碼展開追查，發現呢個號碼嘅使用人係一位住喺嘉義縣叫做陳瑞欽嘅男人。
而當警方調取案發現場附近嘅監控畫面同埋陳怡玲遇害之前嘅相關監控錄影嘅時候，更加鎖定咗陳瑞欽所揸嘅車。呢架車喺案發前1個月曾經因為違規被警方截查，罰單上嘅簽名正係陳瑞欽。除此之外，警方仲發現陳瑞欽喺案發前後曾經長時間喺台南六甲鎮南宮出沒。廟方總幹事向警方透露，陳瑞欽喺命案發生前嘅2個星期，曾經帶住蕭姓女朋友同埋細佬嚟算命，當時就睇得出佢神色慌張，就好似要走路一樣，仲算出佢1個月內會面臨生死關頭。陳瑞欽當時都坦承自己因為欠債而冇地方落腳，所以佢拜託俾佢喺度借宿。佢估唔到自己收留嘅人犯咗一宗大案，陳瑞欽因為爭人錢還唔到，而被地下錢莊嘅人打到入院。呢個時候正喺嘉義市嘅一間醫院治療，警方於是立即趕到呢間醫院，喺病房揾到成身傷瞓喺床上面嘅陳瑞欽，而係照顧佢嘅蕭姓女朋友手上，警方仲發現到一隻勞力士手錶，經辨認呢隻手錶正係死者陳怡玲嘅物品。隨後，警方又喺陳瑞欽嘅住所搜出陳怡玲嘅衣物同埋手機等嘅隨身物品。面對鐵證，陳瑞欽最終承認姦殺陳怡玲嘅罪行。而就喺負責偵辦嘅警員見到陳瑞欽呢個名嘅時候，佢哋立即聯想到3年前一宗轟動台灣保險業嘅詐保案。陳瑞欽早喺2000年就被多間保險公司聯合舉報，懷疑佢為咗詐領保險金而謀殺多名親人。只不過當時因為證據不足，而令佢僥倖逃過法律嘅制裁。如今陳瑞欽嘅落網，令呢宗塵封咗2年幾嘅詐保殺人案，終於迎嚟真相大白嘅曙光。時間返到2000年9月，當時嘅台灣立委陳朝榮突然接獲6間保險公司嘅聯合陳情，陳情嘅對象正係陳瑞欽。保險公司表示，呢個係嘉義縣新港鄉公所財政科擔任臨時僱員嘅男子，涉嫌為咗詐領保險金而蓄意謀殺自己親人。而由1985年到1998年嘅13年時間裏面，陳瑞欽身邊嘅5名親人相繼以各種意外而離世，而每一次親人過身之後，陳瑞欽都可以喺保險公司攞到不菲嘅理賠金，前後累計高達2000幾萬新台幣。呢一系列嘅巧合令保險公司產生咗強烈嘅懷疑。陳瑞欽一生有過3任老婆，仲有1個親生仔同埋2個養子，而相繼離世嘅5人分別係佢嘅第1任老婆、第2任老婆、2個養子同埋佢唯一嘅親生仔。呢5個人嘅死亡時間分佈喺13年之間，而且每個人嘅死因雖然睇落都係一場意外，但又充滿唔少疑點。陳瑞欽嘅第1任老婆係曾碧霞。2人喺1974年結婚，育有1子2女。婚後嘅前10年都風平浪靜，直到1985年一場意外發生。陳瑞欽當時向警方同埋醫院表示，曾碧霞喺屋企被跌落嚟嘅吊線擊中頭部，導致腦震盪入院。而喺住院期間，曾碧霞有不慎喺床上面跌咗落地，最終因為顱內出血搶救無效而身亡。當時冇人懷疑呢種事故嘅真實性，畢竟曾碧霞所經歷嘅都係生活中可能會發生嘅意外。喺第1任老婆曾碧霞過身近半年之後，陳瑞欽就同嘉義縣水上國小嘅一位女教師黃淑英再婚。黃淑英係一個單親媽媽，同前夫育有1個仔。婚後呢個仔改姓陳，成為陳瑞欽第1個養子陳一智。喺1988年，當時呢個只得15歲嘅養子陳一智又因為一場意外而離世。陳瑞欽聲稱陳一智因為補習而好夜先返屋企，自己出於教訓而掌摑咗佢，導致佢不慎跌倒撞傷頭部送院。而喺住院期間，陳一智又再喺病床上面跌倒，最終因為腦血腫搶救無效而死。呢一次，陳瑞欽又去保險公司攞到6萬新台幣嘅理賠金，雖然數額唔多，但已經係佢身邊第3位離世嘅親人。時間嚟到1995年，陳瑞欽唯一嘅親生仔陳建宏都遭遇車禍，
當時年僅15歲嘅陳建宏最終搶救無效身亡。陳瑞欽再次攞到472萬新台幣嘅保險理賠金。而僅僅1年後嘅1996年，陳瑞欽第二任老婆黃淑英亦喺一次車禍中喪生。陳瑞欽話：當時自己同黃淑英揸車出去兜風，黃淑英揸車嘅時候不慎撞到路後嘅護欄，導致頭部重創，最終腦挫傷而死。呢一次，陳瑞欽攞到嘅理賠金高達1137萬新台幣。除此之外，黃淑英名下一棟價值500萬新台幣嘅房產，受益人亦都係陳瑞欽，佢成為咗呢場意外嘅最大受益者。喺第二任老婆黃淑英過身後僅1個幾月，陳瑞欽就展開咗對第三任老婆顏麗琴嘅追求。顏麗琴係一名寡婦，自己經營一間服裝店，同前夫育有1子1女。陳瑞欽嘅猛烈追求令當時嘅顏麗琴好快就動心，兩人喺1997年結婚。婚後顏麗琴個仔陳宗慶同埋個女都成為咗陳瑞欽嘅養子女。1998年，當時就讀高一嘅養子陳宗慶，又因為頭部重創而送院不治身亡。今次係13年裏面陳瑞欽身邊離世嘅第5位親人，而呢一次嘅死亡就成為咗保險公司產生懷疑嘅導火線。陳瑞欽喺陳宗慶過身之前，為佢喺6間保險公司分別買咗保單，累計理賠金額高達1925萬新台幣。而當時陳瑞欽喺鄉公所擔任臨時僱員，月薪微薄，但佢竟然為養子繳納每月2萬幾新台幣嘅保費。呢筆開支對於佢當時嘅收入嚟講，無疑係一筆巨大嘅負擔，完全唔符合常理。更令保險公司生疑嘅係陳宗慶嘅死因係頭部重創，陳瑞欽聲稱係車禍導致，但警方同埋醫院都揾唔到確鑿嘅證據證實呢個講法。於是喺陳瑞欽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僅僅攞走25萬新台幣之後，保險公司就停止咗支付，並聯合展開調查，先至發現喺呢13年間嘅5宗離奇意外。最後佢哋聯合向立委陳潮容陳情，希望警方可以徹查。喺多間保險公司嘅聯合陳情之後，呢宗離奇嘅詐保案開始進入警方視線。時任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嘅顏榮松接受咗呢單案，並立即對陳瑞欽展開調查，同時請警方對佢進行監聽同埋監控，試圖揾到佢謀殺親人嘅證據。面對警方同埋保險公司嘅質疑，陳瑞欽嘅表現可謂係滴水不漏。佢唔單止喺律師嘅陪同之下召開記者會，面對媒體鏡頭期間，佢數到哽咽，並將呢一系列嘅意外歸咎於自己屋企風水唔好。對於點解要為養子陳宗慶投保高額保單嘅問題，陳瑞欽辯稱自己老婆個妹喺南山人壽工作，所以有呢方面嘅投保常識。為養子投保只係買一個保障。為咗自證清白，陳瑞欽仲主動接受咗警方嘅測謊鑑定，而測謊結果就令警方更加確定呢宗案件絕對唔係簡單嘅意外。測謊人員喺對陳瑞欽詢問係咪打過死者，同埋係咪蓄意謀殺親人等嘅問題嘅時候，陳瑞欽嘅生理指標出現咗明顯嘅異常，疑似係講緊大話。但即使係咁，警方依然係唔可以將佢繩之於法。最核心嘅問題在於證據不足。當時嘅法醫技術相對落後，喺對第5位死者陳宗慶嘅遺體進行檢驗嘅時候，法醫只可以判斷佢傷後為撞擊傷，唔可以判斷呢次撞擊傷係意外導致，抑或係人為蓄意造成。而陳瑞欽嘅講法又可以同撞擊傷嘅成因相對應，所以法醫最終只可以開出死亡證明，批准火化屍體。而對於前4名死者，由於死亡時間太耐，遺體早已經火化，警方即使有諸多懷疑，都唔可以揾到實質性嘅證據證明陳瑞欽嘅謀殺行為。除此之外，警方對陳瑞欽進行咗長時間嘅監控同埋監聽。喺呢段時間裏面，陳瑞欽表現極為正常，並冇露出任何破綻，冇任何言論或者行為可以證明佢同親人嘅死有關。最終喺冇實質性嘅證據情況之下，警方只可以暫時喺約談陳瑞欽之後結案。呢宗轟動一時嘅詐保疑案就係咁成為一宗懸案。陳瑞欽僥倖咁逃過法律制裁。雖然陳瑞欽瞞過咗警方同埋外界，
但佢第3任老婆顏麗琴就對個仔陳宗慶嘅死心存芥蒂。陳瑞欽喺個仔過身之後，並冇過於悲傷，反而係急於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呢一切嘅細節都令顏麗琴相信自己個仔係被陳瑞欽所害，而自己都好有可能會成為陳瑞欽嘅下一個目標。喺恐懼之下，顏麗琴決定同陳瑞欽離婚。陳瑞欽竟然趁機威脅佢，最終顏麗琴俾咗120萬新台幣嘅分手費，先可以順利同陳瑞欽解除婚姻關係。正係呢一個決定，就令顏麗琴逃過一劫，成為陳瑞欽身邊少數可以幸存嘅親人。只不過僥倖逃過法律制裁嘅陳瑞欽，並冇因為咁而收手，亦冇絲毫嘅悔意。佢依然係沉迷賭博，欠落嘅債務都越嚟越多。而呢個時候嘅佢，一早已經將身邊嘅親人視為自己詐領保險金嘅工具。喺親人相繼離世之後，佢嘅貪念同埋惡念，並冇就咁熄滅，反而係越演越烈。最終，佢將魔爪伸向素未平生嘅陳怡玲，為自己嘅最終落網埋下伏筆。陳瑞欽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佢點解可以咁狠心對自己嘅親人痛下殺手呢？其實陳瑞欽嘅人生原本有個唔錯嘅開端，只係佢自己嘅貪念同埋好賭，令佢一步步淪為喪盡天良嘅殺人魔。陳瑞欽喺1949年出生於台灣嘉義縣，佢曾經係一個空軍志願役士官，並喺軍中攞到軍官資格，擔任過上尉排長。呢份職業喺當時可謂係體面又穩定，但陳瑞欽天生好賭，即使喺軍中，佢都經常參與賭博，最終因為考評唔好而被迫提早退伍。喺退伍之後，陳瑞欽返到嘉義嘅老家，入到中油公司嘉義油庫工作，一開始擔任油罐車司機，後嚟因為公司缺人，佢自薦成為油品調撥中心嘅工程師，月薪高達7到8萬新台幣。喺80、90年代嘅台灣，無疑係屬於高薪一族。呢一個收入足以令佢過到衣食無憂嘅生活，但好賭成性嘅毛病就一直伴隨住陳瑞欽。佢唔單止沉迷於普通嘅賭博，仲瘋狂咁賭地下六合彩。10賭9輸嘅佢，好快就將自己人工揮霍一空，甚至仲欠落地下錢莊嘅大筆貴利。為咗還債，佢經常因為係返工時間出去賭錢而被上司責備。心高氣傲嘅陳瑞欽喺一氣之下辭咗中油嘅高薪工作，成為咗佢人生嘅重要轉折點。離開中油之後，陳瑞欽經人介紹入到嘉義縣新港鄉公所財政科擔任臨時僱員。呢份工嘅收入同中油嘅高收入差天共地，根本唔足以還佢嘅債務，更何況佢依然係沉迷賭博。面對地下錢莊嘅暴力追債，陳瑞欽被追債嘅人打罵都係家常便飯。不過佢唔係諗住戒賭，反而係諗到一個極之邪惡嘅念頭，就係靠謀殺身邊嘅人嚟詐領保險金，滿足自己嘅賭癮。陳瑞欽發現保險理賠係一筆快錢，而身邊嘅親人就係最容易落手嘅目標，因為佢哋對自己毫無防備，只要製造出意外死亡嘅假象，就可以輕易詐領保險金。於是由1985年謀殺第一任老婆曾碧霞開始，陳瑞欽就走上咗呢條不歸路。喺接下落嚟嘅13年裏面，佢接連謀殺親人，每一次嘅謀殺都經過精心策劃，每一次都製造出完美嘅意外假象，而佢都靠住呢啲血跡斑斑嘅保險金，繼續沉迷賭博，將幾千萬嘅理賠金揮霍一空。警方喺後嚟嘅調查中，仲喺陳瑞欽嘅住所搜出一本極其嚇人嘅筆記簿。喺呢本筆記簿上面，詳細記載咗佢所有親人嘅生辰、忌日同埋八字等嘅信息。警方推測呢本筆記簿係陳瑞欽用嚟買六合彩所謂嘅報名牌用，亦即係話陳瑞欽唔單止謀殺自己親人，仲想利用自己親人嘅生辰八字繼續賭博獲利，可謂係喪心病狂，毫無人性可言。而除咗好賭之外，陳瑞欽對身邊嘅人都毫無感情可言，即使係自己嘅親生仔，喺佢眼中都只不過係詐領保險金嘅工具。佢善於偽裝，喺愛人面前係一個忠厚老實嘅好好先生，係接連喪失親人嘅可憐人，但喺背後佢卻係一個受染鮮血嘅殺人魔。呢一個雙重人格令佢喺18年嘅時間裏面都冇被人識破真面目。
陳瑞欽落網之後，面對警方嘅審問，一開始佢試圖抵賴，但係鐵證面前，佢最終都係交代咗自己姦殺陳怡玲嘅全部犯罪經過。而呢宗案件嘅細節就令辦案人員感到極度憤怒。據陳瑞欽交代，佢同陳怡玲喺2003年5月9號通過友人介紹喺嘉義市嘅一間餐廳相識。當時嘅陳瑞欽因為欠地下錢莊嘅債務，被追債嘅人逼到走投無路，急需大筆現金。而喺同陳怡玲嘅交談中，佢發現對方經營 KTV， 經濟條件唔錯，身上仲帶有支票，於是心生歹念。喺兩人相識當日就相談甚歡。陳瑞欽仲帶咗陳怡玲去開房，而陳怡玲因為信任對方，佢攞出2張支票，請陳瑞欽代為兌現，令陳瑞欽嘅殺心更加堅定。喺5月10號，陳瑞欽刻意用公用電話聯繫陳怡玲，邀請佢喺5月11號出遊。陳怡玲冇絲毫嘅防備，佢欣然答應，並問陳瑞欽攞屋企電話，然後抄喺自己左手掌心。而呢串數字最終就成為咗警方破案嘅關鍵。5月11號，陳瑞欽按照約定接走陳怡玲，並事先準備咗安眠藥，將佢偽裝成固肝藥，俾陳怡玲服用。陳怡玲喺食咗藥之後，藥性就好快發作，陷入昏迷狀態。陳瑞欽隨即將佢車到南投竹山嘅大安山區，並用尼龍繩綁住陳怡玲對手。呢個時候，陳怡玲突然驚醒，佢試圖反抗。陳瑞欽隨即痛毆陳怡玲，並用雙手將佢捏暈。陳瑞欽喺陳怡玲昏迷之後，甚至用獸性大發，企圖侵犯佢，但就因為自身性功能障礙而未能得逞。於是佢就改用手指嚟滿足自己羞辱。隨後，陳瑞欽手刮咗陳怡玲身上嘅勞力士手錶、翡翠頸鏈、戒指、現金、信用卡、提款卡同埋手機等所有財物，並試圖將陳怡玲推落山崖。陳瑞欽仲擔心陳怡玲墮崖之後死唔去，於是佢又攞起路邊嘅石頭，反覆猛擊陳怡玲嘅頭部，直到確認佢死咗之後，先將佢遺體推落山谷，棄屍草叢。而更令人發指嘅係，犯咗咁殘忍嘅罪行之後，陳瑞欽竟然仲面不改容咁返到自己借宿嘅陸甲鎮南宮，同廟方總幹事有講有笑，就似咩都冇發生過一樣。喺殺害陳怡玲之後，陳瑞欽攞住佢提款卡同埋信用卡，嘗試盜取現金同埋消費，又用佢嘅手機同外界聯繫，以為可以瞞天過海，但呢一切都被監控全部記錄低。而陳怡玲掌心嗰串電話號碼，更加直接將佢送上絕路。由於陳瑞欽嘅住所被搜出多本經書，警方仲發現到佢有抄經嘅習慣，判斷佢或者仲有一絲良心。於是提醒佢，如果主動交代過往嘅罪行，可以視為自首，獲得減刑。陳瑞欽最終喺警方嘅勸導之下，終於交代咗自己過去18年間謀殺5位親人嘅全部犯罪事實。呢宗詐保案終於都徹底真相大白。陳瑞欽嘅坦白令辦案人員終於了解到喺呢18年間5宗意外背後嘅真相，而每一宗謀殺案嘅細節都充滿咗殘忍同埋血腥，令人不寒而慄。對於第一任老婆曾碧霞嘅謀殺，陳瑞欽交代所謂嘅吊線墜落、跌落床，都係佢精心製造嘅假象。喺1985年嘅元旦，陳瑞欽因為曾碧霞嘅工作問題而同佢發生口角，惱羞成怒嘅佢喺浴室毆打曾碧霞，導致佢跣低撞傷頭部，造成腦震盪住院。而喺曾碧霞住院期間，陳瑞欽假扮嚟到探病，趁病房冇人之際，佢將曾碧霞由病床上用力拉落地，令佢頭部撞擊地面幾次，最終導致佢顱內出血而死。而對於養子陳一智嘅謀殺就更加毫無人性。喺1988年，當時嘅陳瑞欽因為欠賭債而再次急需用錢，佢將目標鎖定在15歲嘅養子陳一智身上。佢以陳一智補習夜返為理由，掌摑陳一智，導致佢跌倒撞傷頭部送院。喺陳一智住院期間，陳瑞欽趁住第2任老婆黃淑英去廁所嘅空檔期進入病房，捉住陳一智個頭，用力猛擊病房嘅水泥牆，直到陳一智因為腦水腫而死。而對於自己唯一嘅親生仔陳建宏，陳瑞欽同樣係冇絲毫嘅憐憫。喺1995年，陳瑞欽嘅財務危機再次爆發，佢將目標鎖定在15歲嘅親生仔身上。
佢以陳建宏加入不良幫派、屢勸不改為理由，對佢大打出手，先係重重掌摑咗佢，再打到佢跌落地。隨後攞起屋企一塊重達600克嘅瓦石，猛力擊打陳建宏嘅後腦，直到佢爆頭慘死。至於第二任老婆黃淑英嘅死，所謂嘅車禍，同樣係陳水欽精心製造嘅假象。1996年，陳水欽發現黃淑英身為國小老師，有公教人員保險，理賠數額巨大，而且仲有房產，於是就心郁郁。佢當時話要帶黃淑英外出兜風，喺行駛到嘉義縣新港鄉嘅時候，佢突然之間停車，然後攞出支實心木棒，猛力擊打黃淑英嘅頭部，監生將佢打死。隨後，陳水欽將黃淑英嘅遺體搬到駕駛座，將車撞向路口嘅護欄，製造出車禍嘅假象，並喺事後聯繫咗自己中油公司嘅郭姓同事，叫佢嚟接自己返屋企，試圖製造不在場證據。而對於第二個養子陳宗慶嘅謀殺，1998年陳水欽同第三任老婆顏麗琴結婚之後，就立即為養子陳宗慶投保咗6間保險公司嘅高額保單。隨後佢就開始策劃謀殺。佢趁陳宗慶頭痛之際，將安眠藥偽裝成止痛藥，呃陳宗慶食落肚，等佢陷入昏睡之際，將陳宗慶以倒樹衝嘅方式由樓上搬到樓下，沿途專登令佢頭部撞擊樓梯嘅地板，造成佢頭部重創。為咗進一步掩蓋自己嘅犯罪行為，陳水欽仲將陳宗慶嘅遺體生殖器搲爛，再喺佢房間放低打開咗嘅安全套，試圖令顏麗琴以為個仔係因為情殺而身亡。只不過呢一次，佢嘅行為引起咗保險公司嘅強烈懷疑，最終未能如願攞到高額保險金。呢5宗謀殺，每一宗都經過精心策劃。喺呢10幾年裏面，佢靠謀殺親人，詐領咗高達3800幾萬嘅新台幣保險金。除此之外，警方喺調查嘅過程中，仲發現到一個更加令人震驚嘅事實：陳水欽嘅罪行或者遠唔止殺害6個人咁簡單。喺搜查陳水欽嘅住所期間，警方仲發現到一張由陳水欽拍攝嘅裸女相，相中女子行蹤成謎。警方一度懷疑佢都係陳水欽所殺害嘅受害者。後嚟呢個女子出面報平安，先排除咗呢個可能性。不過除此之外，仲有2名女子離奇失蹤，都同陳水欽有密切嘅關係。其中一個係佢第2任老婆黃淑英嘅結拜姊妹黃馨儀。1995年6月，黃馨儀喺銀行攞咗60幾萬新台幣之後，講咗個電話之後就離家失蹤。而喺佢失蹤之前，就曾經借過錢俾陳水欽。另一個係陳水欽喺中油嘅前同事，佢喺1998年突然失蹤，即使老公同埋大仔過身，都冇返屋企奔喪。除此之外，嘉義市仲有一戶姓鄭嘅人家，話佢哋有親人同陳水欽過往甚密之後，都莫名其妙咁失蹤。面對警方嘅質問，陳水欽始終否認呢幾個女子嘅失蹤同自己有關。而喺佢後嚟被判死刑之後，佢又突然改口，話自己知道呢啲女子嘅下落。不過警方判斷，只不過係陳水欽試圖拖延死刑，甚至係企圖逃獄嘅伎倆。隨住陳水欽嘅復發，呢幾名女子嘅失蹤真相都成為咗永遠嘅謎。而警方都推測呢幾名女子好大機會已經遭遇陳水欽嘅毒手。陳水欽嘅罪行曝光之後，立即轟動咗成個台灣社會，民眾紛紛要求法院對佢從重處罰。2004年，嘉義地方法院對案件進行咗一審宣判。法院認為陳水欽謀殺5位親人，姦殺陳怡玲，手段殘忍，毫無人性。依據相關法律，判處佢5個死刑，1個無期徒刑。但係陳水欽並唔甘心接受判決，為咗逃過一死，佢開始咗長達近10年嘅上訴之路。而呢宗案件嘅審判過程，都因為咁而變得一波三折。喺審判過程中，陳水欽屢屢翻供，甚至謊稱自己被警方嘅嚴刑逼供，試圖推翻自己供述。唔單止係咁，佢仲企圖以400萬新台幣賄賂承辦警官，並喺寫俾警官嘅信裏面表示自己願意提供失蹤女子嘅相關線索。另外，佢又企圖挑起警方內部嘅矛盾，試圖製造逃走機會，但最終都係唔可以得逞。
案件經過多年上訴，終於嚟到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嘅5審，而呢一次嘅判決就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法官認為陳水欽喺謀殺5位親人嘅案件中，主動向警方交代咗犯罪事實，符合自首要件，再加上適用1991年、2007年嘅2次減刑條例，最終對佢謀殺親人嘅5宗案件改判為20年有期徒刑。陳水欽因為咁而避過咗5個死刑。只不過對於姦殺陳怡玲嘅案件，法院始終堅持原判，認為陳水欽嘅罪行手段極其殘忍，社會危害性極大，毫無減刑嘅餘地，所以依舊判處佢死刑。呢個惡貫滿盈嘅殺人魔，最終都係逃唔過法律嘅制裁。喺判決定讞之後，陳水欽仍然唔死心。喺2001年到2013年期間，佢先後8次向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申請再審，但係都被駁回。2013年4月19號，時任法務部部長曾永夫終於簽署咗陳水欽嘅死刑執行令。呢個背負住6條人命嘅詐保殺人魔，最終喺台中監獄嘅刑場被槍決伏法。據悉，喺被執行死刑之前，陳水欽仲向執行檢察官抱怨自己心有不甘，而檢察官就對佢講：放下一切，放下心中怨恨，勇於面對司法。最終，法醫為陳水欽注射咗2劑麻藥，等佢昏迷之後，再向佢心口開咗一槍，結束咗佢罪惡嘅一生。而陳水欽嘅罪行都令佢落得極為淒涼嘅下場。喺臨死之前，陳水欽曾經表示願意捐贈自己嘅器官，希望可以贖罪。但由於佢嘅罪行過於惡劣，全台灣竟然冇一間醫院願意接受佢嘅器官，令佢呢個請求最終未能如願。而係佢被槍決之後，更加係冇任何一個親屬嚟殯儀館認屍。佢嘅仔女因為媽媽被佢謀殺而對佢恨之入骨，其他嘅親屬都因為佢嘅惡行而唔想同佢再有任何關係。最終，陳水欽嘅遺體被送到法務部指定嘅殯儀館，並存喺冰櫃裏面。時至今日，仲係冇人前嚟認領，可謂係真正嘅死無葬身之地。而當第3任老婆顏麗琴喺聽到陳水欽伏法嘅消息之後，就激動咁表示：冇人收屍都係應該，政府將佢落去填海都係唔緊要，呢個人一早就要死，冇必要放到而家。呢啲都係佢應得嘅報應，遲嚟嘅正義唔係正義。佢死咗，我要放炮慶祝。呢番說話都同時道出咗所有受害者親屬嘅心聲。喺陳水欽詐保殺人案之後，台灣財政部開始籌備保險犯罪防制中心，並加強咗同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偵查經濟犯罪中心嘅聯繫，同時規範咗高額保單嘅通報標準，要求保險公司對累計危險保額達到一定數額嘅保單進行聯合通報，嚟杜絕高額保單引誘殺機嘅情況再次發生。而保險公司都加強咗對業務員嘅職業道德訓練，要求業務員喺推銷保單嘅時候嚴格核實被保險人嘅身份、收入狀況、投保動機，避免保險被不法分子利用。咁今集就同大家講到呢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去找我朋友，沒去看他。那你們總共有幾個人動手？2個人啊。你跟蘇燕子。喺1998年嘅台灣，一個年僅18歲嘅少年，聯同佢嘅女朋友同埋朋友，竟然對自己親生父母痛下殺手，斬殺百幾刀，只係為咗謀取嗰筆佢自認為係理所當然嘅財產。呢種案件嘅每一個細節，都令當時嘅社會開始重新審視，究竟係一個點樣嘅環境會養出呢一個泯滅人性嘅人呢？而呢種案件背後又隱藏住幾多不為人知嘅家庭悲劇同埋人性扭曲？今集就等我哋一齊嚟探討呢宗台灣少年林清惡弒親案。大家好，歡迎收睇日更解碼。喺1998年10月11號清晨，一位送報生就好似平時一樣喺台灣林口鄉下福村，即係現時嘅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送報紙。當佢將報紙塞到其中一戶人家林家大門門縫嘅時候，佢覺得今日嘅林家顯得異常安靜。佢仲喺門罅裏面微弱嘅光線見到一啲紅色液體好似流緊出嚟，空氣中彌漫住令人不安嘅氣息。送報生於是去咗附近嘅新莊警分局下福派出所，佢同警員講林家可能出咗事。
屋裏面嘅血都流到出門口。位於林口鄉下福村20輪4號嘅林家，坐落喺距離林口鬧市約半個鐘頭車程嘅山區。派出所接報之後，隨即派員去到現場，但係就一直冇人應門。由於屋內一直有疑似血水流出，警方決定破門而入。一入到屋裏面，眼前嘅景象令在場嘅人都嚇到魂飛魄散。喺大廳嘅地板上面，成地都係觸目驚心嘅血跡、血手印、血腳印同埋掙扎嘅爪痕互相交織。呢間屋嘅主人係廚師林銀樹同埋佢老婆曾玉金，兩人都雙雙倒臥喺血泊之中，一早已經冇咗生命跡象。警方立即拉起咗黃色警戒線，迅速將林家圍封。警車嘅警笛聲劃破咗清晨嘅寧靜，大批記者都隨之趕到。林家大門瞬間被逼到水泄不通，所有人都想第一時間揭開呢宗駭人聽聞嘅命案真相。喺法醫仲未進入現場勘驗之前，警方對林家進行咗初步調查。佢哋發現大廳中央擺咗一個石油氣罐，似乎曾經有人企圖引爆。更令人毛骨悚然嘅係，由2樓睡房延伸到1樓大廳嘅血腳印，清晰咁勾勒出受害者喺臨死前掙扎嘅痕跡。而喺2樓2位死者嘅房間，更加係血跡斑斑，打鬥痕跡明顯，顯示呢度應該就係第一案發現場。種種跡象都表明呢宗案件顯然唔係普通嘅搶劫殺人案，背後似乎隱藏住更為複雜嘅動機。當日下晝2點，法醫同埋鑑證人員獲准入到現場，佢哋小心翼翼咁勘驗每一個細節，試圖由血跡、指紋同埋死者傷口中還原案發經過。法醫嘅初步報告令人大感震驚。喺林銀樹兩夫婦身上，雖然絕大部分嘅刀傷都係集中喺身體部位，但係兩人嘅頭部遭受過重創，頭骨甚至有破損。林銀樹嘅左手幾乎被斬甩，手臂上布滿咗自衛傷，顯示佢喺臨死前曾經奮力抵抗。地板上嘅拖痕、不規則嘅血滴同埋血掌印，都指向咗林銀樹喺遇害之前掙扎嘅慘狀。咁係啲咩人要用咁殘忍嘅方法嚟奪去兩人嘅生命呢？綜合現場嘅勘驗報告同埋對周圍鄰居嘅走訪調查，警方好快就將目光鎖定喺林家嘅獨子林清岳身上。一班鄰居都紛紛表示，林清岳平時游手好閒，同父母關係緊張，經常因為金錢問題而發生爭執。而喺案發當晚，林清岳曾經喺屋企搞 party， 父母返到屋企之後，曾經同佢發生過激烈爭執。呢啲線索都令林清岳嘅嫌疑直線上升。如果林清岳係兇手嘅話，佢嘅動機又係乜嘢呢？喺呢宗兇殺案背後，原來隱藏住一場令人發指嘅逆倫悲劇，同埋一個被溺愛扭曲嘅人性故事。警方有咗初步調查結果之後，隨即對林清岳同埋佢身邊嘅人展開追查。過咗冇幾耐，林清岳同佢女朋友賴英玉同埋幾位朋友蘇燕哲、劉玉芬、江玉如同埋卓思淫都被警方拘捕。面對警方嘅訊問，呢6名嫌犯嘅供詞漏洞百出，而且林清岳嘅指甲上面甚至仲殘留住父母嘅血跡。最後幾人唯有供出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不過令人心寒嘅係佢哋被捕之後竟然毫無悔意，甚至仲喺法庭上態度囂張。林清岳甚至曾經辱罵採訪佢嘅記者冇人性。呢一切都令社會大眾感到震驚同埋憤怒。呢種案件嘅殘忍程度同埋林清岳等人嘅冷血態度，瞬間引爆咗台灣社會嘅輿論。大家都唔可以理解一個年僅18歲嘅少年點解會對自己親生父母痛下殺手，而且手段咁殘忍呢？接下落嚟，你將會深入探討林清岳嘅成長背景，睇下佢點解會成為一個冷血嘅弑親兇手。要理解林清岳弑親案嘅悲劇根源，我哋就要先回溯到佢成長嘅家庭背景。林清岳喺1979年12月18號出生於台灣，係屋企嘅獨子。爸爸林銀樹係當地赫赫有名嘅總鋪師，亦即係辦桌嘅主廚，收入極之豐厚。
加上投資有道，家境可謂相當富裕。林銀樹唔單止事業有成，為人都豪爽好客，喺鄰里之間口碑極佳。而林清岳媽媽曾玉金就係林銀樹嘅第二任老婆。林銀樹同前妻育有2個女，而呢2個女都已經跟咗佢前妻生活，所以林清岳作為林家唯一嘅男丁，自細就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尤其媽媽曾玉金更加係對佢寵愛有加，幾乎係有求必應。喺國中時期，為咗方便佢返學，父母已經為佢買咗部電單車。另外喺1992年，當手提電腦仲係奢侈品嘅時候，林清岳就已經有一部當時最新穎嘅進口手提電腦。父母希望呢啲先進嘅工具可以輔助佢學習，從而增進知識。不過諷刺嘅係，呢啲本應係激勵佢向上嘅資源，就成為咗佢荒廢學業嘅幫兇。林清岳並冇將心思放喺學業上面，反而係沉迷玩樂、打交、飛車同埋玩電腦。以上嘅活動成為咗佢生活嘅重心。最終佢只係讀咗3年嘅五專就被學校退學，令自己學業徹底荒廢。而五專所指嘅就係台灣嘅5年制專科學校，招收對象係國中畢業生，畢業之後可以獲得副學士學位。退學之後嘅林清岳更加係徹底放飛自我。爸爸林銀樹曾經試圖俾佢繼承家業，學習辦桌嘅手藝，但係林清岳對呢樣嘢毫無興趣，試咗2次就唔肯再掂。佢開始長期遊手好閒，不務正業。而喺呢個時候，媽媽曾玉金仲唔忍心個仔冇錢使，於是每月俾佢高達幾萬蚊嘅零用錢。呢筆錢喺當時嚟講，絕對係一筆相當可觀嘅金額。媽媽呢個舉動唔單止冇令林清岳學識獨立，反而助長咗佢揮霍無度嘅惡習。手握大筆零用錢嘅林清岳開始同一班酒肉朋友混跡於聲色場所。佢頻繁出入夜店，過住糜爛嘅生活，更加染上吸毒嘅習慣，甚至乎係擔任色情集團嘅馬夫，用父母為佢買嘅紅色萬事得跑車接送性工作者。呢一切嘅行為曾經導致佢被警方移送法辦，令佢父母都好嬲，覺得顏面掃地。由於兩老對林清岳極之失望，又經常鬧佢，林清岳開始對父母嘅管教感到不滿，認為佢哋令自己好冇面。父母雖然定期供應林清岳一大筆零用錢，但佢開銷實在係太大，佢開始頻繁問父母攞錢。每當佢被偶爾拒絕嘅時候，佢嘅不滿情緒就會迅速累積。尤其是係爸爸林銀樹，佢經常喺林清岳朋友面前鬧佢唔生性。呢個行為令林清岳好嬲，認為父母好丟佢架。喺呢種長期嘅金錢糾紛同埋父母嘅責罵之下，林清岳心中開始埋下咗仇恨嘅種子，為日後嘅悲劇埋下咗伏筆。林清岳嘅朋友圈子相當複雜，佢結識咗一班同佢一樣遊手好閒、對生活冇明確目標嘅朋友，包括女朋友賴英玉、朋友蘇燕哲、契姐劉玉芬，同埋經劉玉芬介紹而認識嘅朋友江玉如同埋卓詩吟。呢班人經常同林清岳一齊吃喝玩樂。林清岳女朋友賴英玉同埋朋友蘇燕哲仲曾經搬入林清岳屋企住，令林銀樹兩夫婦對林清岳嘅交友狀況更加不滿，加劇咗家庭矛盾。喺呢種扭曲嘅家庭關係同埋不良嘅社交環境中，林清岳嘅價值觀逐漸扭曲，最終走向咗萬劫不復嘅深淵。1998年10月3號，成為咗林家悲劇嘅導火線。林清岳喺呢一日再次返屋企問父母攞錢，不過今次佢爸爸林銀樹見佢帶咗一班朋友過嚟，都怒火中燒，當住林清岳朋友嘅面對佢進行咗嚴厲嘅斥責，並趕走咗佢班朋友，徹底點燃咗林清岳心中嘅怒火。佢覺得父母令佢顏面掃地，從而萌生咗要父母消失嘅惡念。林清岳開始盤算點樣可以實施佢嘅弒親計劃，佢深知單憑一己之力好難完成，於是將呢個駭人聽聞嘅諗法同咗佢女朋友賴英玉講，仲有其他朋友。最初呢班朋友聽到呢個計劃嘅時候都好震驚同埋猶豫，畢竟呢個計劃係殺害親生父母嘅逆倫大罪，
而林清岳都一早預料到佢哋會有咁嘅反應，於是佢拋出一個令人非常之吸引嘅條件。佢話喺父母死咗之後，自己就可以攞到一筆巨額嘅保險金，喺辦喪事嘅時候仲可以收一筆奠儀金，而且仲有一大筆嘅家產等佢繼承，以後食咩玩咩都唔成問題。佢向一班朋友承諾，只要大家都參與，未來一定會衣食無憂。喺金錢嘅誘惑之下，呢啲原本猶豫不決嘅朋友都竟然開始動心，並開始同林清岳一齊策劃呢宗驚天血案。呢班人於是開始集思廣益，討論各種犯案嘅可能性。由於卓思淫係一位護士，所以林清岳叫佢攞啲安眠藥。佢打算先迷暈父母，然後再用鈍器打死佢哋，最後將佢哋放上車推落山，偽造成交通意外。而呢個計劃仲可以攞多一份車禍保險金。不過喺實施計劃當晚，佢哋打算沖2杯混入咗安眠藥嘅茶俾林銀樹同埋曾玉金飲，但係加咗藥嘅茶變咗藍色，所以呢個計劃被擱置。之後林清岳又提出去黑市買衝鋒槍，直接將父母射殺。但係佢哋去買槍嘅時候，透露咗買槍嘅目的之後，店家竟然開出天價。本來就手頭好緊嘅林清岳根本就俾唔起錢，所以呢個計劃都胎死腹中。最後林清岳決定採取一種低成本而更為直接嘅方式，就係用刀斬殺父母，然後再用石油氣罐引爆成間屋，製造搶劫殺人同埋毀屍滅跡嘅假象。呢個殘酷嘅提議竟然得到其他共犯嘅一致贊同，於是佢哋開始等待一個合適嘅時機，準備實施呢場令人髮指嘅家庭悲劇。1998年10月10號，正值台灣嘅雙十節，林清岳同一班朋友喺屋企舉辦咗一場狂歡 party， 將間屋搞到一片狼藉。當林銀樹夫婦返到屋企，睇到眼前髒亂不堪嘅景象，林銀樹嘅怒火再次被點燃。佢當住林清岳朋友嘅面，對林清岳進行咗嚴厲嘅斥責，並將佢班朋友趕走。呢一次嘅當眾訓斥，徹底激嬲咗林清岳。佢一怒之下決定，就喺當晚要呢一對令佢冇晒面嘅父母付出生命嘅代價。1998年10月11號凌晨，林清岳同佢朋友蘇燕哲先後4次上樓，小心翼翼咁確認林銀樹兩夫婦係咪已經熟睡。喺確定兩人已經毫無防備之後，喺凌晨2點半，林清岳同蘇燕哲各自拎起菜刀，行入林銀樹兩夫婦嘅睡房。一場泯滅人性嘅殺戮就係咁拉開咗序幕。林清岳手持菜刀，瘋狂咁朝住熟睡中嘅父母斬落去。兩夫婦立即喺睡夢中驚醒，發出淒厲嘅慘叫。呢個時候，林清岳就好似被惡魔附身一樣，不停揮舞住手中嘅菜刀。媽媽曾玉金喺身中幾刀之後，仍然喊住咁求饒。佢試圖爬到1樓，可惜林清岳已經變成一隻野獸，對住媽媽嘅背影繼續斬，直到佢再冇氣息為止。單單係林清岳一個人就對父母斬咗106刀，全部集中晒喺頭部同埋上半身，手段極其殘忍。但係林清岳嘅殘酷並未就咁完結，為咗確保父母徹底死亡，佢甚至喺屍體上面注射咗安眠藥同埋氰化物。佢仲威脅其他在場嘅同夥都要對2具屍體斬多3刀，目的係要令所有人都成為共犯，共同承擔罪責。各人喺犯案之後，林清岳開始製造搶劫殺人嘅假象，並銷毀所有證據。佢先搬出個石油氣罐，打算引爆成間屋嚟毀屍滅跡。不過由於操作不當，石油氣罐未能成功引爆。呢場精心策劃嘅毀屍滅跡行動最終以失敗告終，為警方後嚟嘅迅速破案留低咗關鍵嘅線索。呢一場血腥嘅殺戮，除咗係林清岳個人嘅罪行，亦都係佢長期以嚟被溺愛、被放縱，最終導致價值觀扭曲嘅結果。佢對父母嘅怨恨同埋對金錢嘅貪婪，最終令佢走咗一條不歸路。而嗰班被佢誘惑同埋脅迫嘅同夥，都因為一時嘅貪念同埋懦弱，成為咗呢場家庭悲劇嘅幫兇。林清岳屋企喺呢一晚徹底淪為一座人間煉獄，亦為日後嘅兇宅傳說埋下咗伏筆。
林清岳等6人嘅犯案手法雖然殘忍，但係就極為粗糙。警方喺案發現場發現嘅種種線索，加上林清岳指甲上嘅殘留血跡，同埋佢哋被捕後漏洞百出嘅供詞，令呢宗駭人聽聞嘅弑親案迅速被偵破。但係林清岳等人喺被捕之後，一直都毫無悔意。佢哋嘅冷漠同埋囂張嘅態度，令成個社會都為之嘩然。喺審判初期，林清岳嘅態度更加係狂妄之極。佢唔單止多次發表狂妄言論，甚至仲喺面對媒體嘅時候辱罵記者冇人性。呢種毫無悔意嘅態度，都令社會大眾感到極度憤怒。林清岳被捕之後，從來冇對自己行為表示懺悔，甚至認為自己冇對唔住父母嘅地方。佢堅信，身為2個人嘅仔，自由使用父母嘅錢都係天經地義。對於自己必須要透過要求先可以喺父母手上攞到錢，佢感到憤憤不平。佢認定自己先係實質上嘅受害者。對於社會對佢嘅輿論同埋指責，更加係感到憤怒。林清岳嘅案件經過1審同埋2審之後，都被判處死刑。不過由於案件嘅複雜性同埋林清岳嘅持續上訴，案件2度發回台灣高等法院更審。最終台灣最高法院喺2002年3月28號對林清岳案作出咗最終判決。林清岳被判處死刑，而其餘5名共犯就根據佢哋喺案中嘅參與程度，分別被判處5年至16年不等嘅有期徒刑。2002年5月3號，時任法務部長陳定南批准咗林清岳嘅死刑執行令。3日之後，林清岳喺土城看守所嘅台北監獄附屬刑場被槍決。當晚9點15分，林清岳被押赴刑場臨時棚。喺行刑之前，檢察官最後問咗佢一次，點解要殺害父母？林清岳沉默咗一陣，然後講咗一句：細個學壞，知道錯啦。呢一句說話係佢對自己罪行唯一一次公開嘅悔悟。當晚9點45分，刑場法警開始燒紙錢，代表林清岳正式伏法，結束咗佢罪惡嘅一生。不過林清岳嘅故事並未完全結束。喺被槍決之後，佢透過林口長庚醫院捐出咗自己器官，包括心臟、2個腎臟、1對眼角膜同埋皮膚、骨骼等等。呢份遲嚟嘅善舉，令佢嘅生命喺某種程度上得到延續，亦為社會留低咗一絲複雜嘅思考。究竟佢係真心悔過，定係臨終前嘅最後掙扎呢？我哋恐怕無從得知。除咗林清岳之外，呢宗案件嘅一班共犯都各自承擔咗法律嘅制裁。其中江玉如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並喺2010年假釋出獄。不過假釋後嘅佢並冇改過自新。2013年，佢喺桃園大園市場因為感情糾紛，對一名許姓蝦販潑鹽酸並持刀追殺。佢被警方拘捕之後，供稱係因為許姓蝦販對佢男朋友提告，破壞咗2人嘅感情，飲咗酒之後越諗越嬲，所以先想出手教訓。呢宗案件唔單止喺社會層面上產生咗深遠影響，亦為林家大宅蒙上咗一層神秘色彩。林家大宅喺案發之後一直都冇人敢住，亦都遲遲唔可以轉手，成為當地人避之則吉嘅凶宅。據講，曾經有宗教團體睇中林宅，希望改建成陰廟，但係被林家親屬拒絕。直到2012年，呢座凶宅先至由工程公司承租，成為公務所同埋員工宿舍。不過即使係咁，關於呢座凶宅嘅靈異傳說依然不斷。有當地居民表示，夜晚經過林宅嘅時候，經常會聽到奇怪嘅聲，甚至有人聲稱見過模糊嘅人影喺窗邊喐嚟喐去。據講，曾經有對母女喺搬入呢座凶宅之後，冇幾耐就搬走咗。原因係佢哋夜晚經常聽到小朋友嘅喊聲，甚至見到一個男仔企喺床邊同佢哋講：呢度係我間房。呢啲靈異事件令呢對母女不堪其擾，最終選擇搬走。另外，仲有一個大學生曾經短暫租住喺呢座凶宅，佢都聲稱係夜晚
經常會見到一個男仔企喺床邊，同佢講同一番嘅說話。最終大學生都選擇搬走。後嚟有傳言聲稱，當地警察局局長為咗破除迷信，曾經親自入住呢座凶宅1個星期，但之後就大病一場。呢啲靈異傳說同埋怪事，都令呢座凶宅蒙上一層神秘嘅面紗，成為當地人茶餘飯後嘅話題。林清岳弑親案呢宗發生喺1998年嘅家庭悲劇，雖然已經過咗20幾年，但佢所帶嚟嘅震撼同埋反思，一直都唔可以被抹走。絕大部分嘅人對林清岳嘅行為都表示極度憤怒，認為佢冷血無情、泯滅人性。而對於佢臨終前嘅悔悟同埋器官捐贈，社會上都有唔同嘅解讀。有人認為佢係真心悔改，亦都有人認為只係佢為咗減輕罪孽嘅最後掙扎。案件亦都引發咗社會對溺愛教育嘅深刻反思。林清岳嘅成長經歷，無疑係溺愛導致悲劇嘅典型案例。父母過度嘅物質滿足，忽略咗對小朋友精神同埋道德嘅引導，最終養出個價值觀扭曲、唔可以面對挫折嘅人。提醒咗所有父母喺給予仔女愛嘅同時，更加要教佢哋責任同埋擔當，避免類似嘅悲劇再次上演。咁今集就同大家講到呢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